挑戰100餐，內地食店揀餐。今次嚟到黃貝嶺站，聽講呢間嘢牛腩牛舌都好出名，去到發現冇得相拼，為咗一次叫晒所有嘢俾大家睇，咁就叫呢個5代同堂全家 fat 湯麵，佢2人份88蚊，就睇下一個肥夠唔夠食先。哇，原來咁大碗，靚嘢咧，係牛舌淋滑夠香，真唔錯。牛丸一般般，牛味濃但係唔彈牙，滑嘔普通嘢不予置評。牛腩1號，厚厚嘅薄片，普普通通，屋企樓下都食到，人哋仲要大大件。牛筋炆得入味，但係都係切得太細。牛腩2號，唔好食硬柴薄，呢個應該係牛白腩。河粉普通嘢不予置評，湯底聲稱冇味精，還好，淨係推薦牛舌，但係牛舌得正食，你諗你啦，竟然一個人食得晒，呢度可唔可以計2餐先？留言打個2字，向我嘅肚仔致敬啦！第1字拒絕偷懶，不過應該都冇人留言，就咁，拜拜。